立法院今仔日进行总预算三读的定序，这嘛是立法院长苏家全所主持的最后一场的议事。新科立委2月初1会来报道，到时阵嘛会选出到正副院长。现任的副院长蔡其昌讲，因的党团目前也是较希望由行政院的前院长尤锡坤来选立法院长。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立法院开始要表决，这嘛是立法院长苏家全任来主持最后一场会议。过年后2月7将由新科立委进入国会，同时选出立法院正副院长。超过一半席次的民进党团目前是以前行政院长尤锡坤配现任的副院长蔡其昌的昆昌配人气上悬。选举前不分区立委排尤锡坤院长，我们心里大概就有所预感，说将来他就会接立法院的院长。除了昆昌配以外，党内有人提出郭建明甲陈明文的组合，因为尤锡坤虽然是党内大脑，辅选真用心，嘛做过行政首长，也毋过无进入国会经验，敢会引起党内人士的顾虑。我想院长他没有担任过立法院立法委员，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啦。他过去在政治上的这个资历。行政部门也好在省议会的这个民意机关也好，我相信尤院长都已经身经百战，我觉得这个难不倒尤院长。民进党团拍算第30召开筹备会，正式决定昆昌配。国民党团嘛拍算家己提出人选。民进党立委认为讲应该无什么问题，将以人数过半优势，成功确保立法院龙头的宝座。